各位乡亲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立新医院运动医学中心物理治疗师李淑芳。东方姨大家今日老爱你同下来做运动，今日同下做运动，也位是我们运动医学中心的物理治疗师林正刚，也位是我们运动医学中心健康管理师高景荣。大家准备好吗？你开始来做暖身运动。暖身运动呢，走天我们的身体会是血液循环会比较好，用身体是会好暖，做运动就比较不会受伤。准备好吗？你开始来做运动咯。好，一开始呢，我们可以两只脚让你的肩头去平一样宽哈，然后这时候呢，两只手用你的肚脐顺头。我们要先做一个运动是腹式呼吸，因为腹式呼吸来讲哈，做运动配合我们的腹式呼吸，这样好容易出力，而且比较稳舒爽哈。开始呢，来吸气，从鼻孔把气吸进去，吐气的时候肚实出力，顶我们的手，用嘴巴吐出来。搞了一遍哦，吸，吐气，肚实会出力，把我们两只手顶出来哈。好，来吸气，鼻孔吸，好，吐气，肚实出力。你过来做500哦哈，来吸，好，吐气，好，够吸，好，吐气。够吸气，好，吐气。记得吸气的时候，肩头不要耸肩哈。来吸，吐气，最后一次哦，吸，吐气。好，腹式呼吸走台。第二个动作，来两只手，用安尼绕啊。好，一样，两只脚与肩同宽。好，我们要做右脚往后勾的动作。好，再来左脚往后勾。好，在做勾脚的动作，身体要起气哦，不可以弯腰驼背。好，来，我们预备连续做哦，开始。对，很好，左脚。好，右脚往后踢。嘿。你走在轻量吼，如果你的脚掌啊走在踢到你的食物的时候吼，如果你要踢到食物的时候，我记得身体不可以晃动哈。如果好气不稳的来讲吼，你是没踢ankle，嘿，很好哦。好，再来，啊，动作可以慢慢的，可以加快哈。嘿，前脚、左脚、前脚、左脚。整个嘿很好，来停。然后动作来讲哈，我们做完之后，你的身体有没有感到有点热热的感觉？还有是动后哈，因为我们身体要开始做运动了哈。那接下来呢，骨盘没有做运动，好，所以我们把两只手用在你骨盘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的时候，嘿往右，再来画一圈，你食物画一圈到左边，再回到正中央。好，过来走一遍哦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往右边。好，转一圈。嘿，再回到正中央，很好，过来一遍哦。来吸，吐气，整片画一圈。好，再回到正中央，过来一遍哦。来吸，吐气画一圈。嘿，都左边，再回来。好，我们过来走300哦。来吸。吐气，画一圈，转来，好，再来吸，画一圈，回来，很好，够100哦。再画一圈，回来 ，OK， 好，够了。运动我们的膝盖，好，手不用啊，背拿起头，然后呢，起头走顺时钟，发 can 哈。好，做这个运动的时候也是一样哈，起头是不会痛的。好，假使你走会痛呢，是莫哭暗带，你走得起好起头了哈。好，来画圈圈，很好。好，这个做完之后，最后我们配合呼吸，
来做一个画大圈的动作哈，来两只手卡起来。好，吸气，吐气的时候画一大圈。嘿，搁平下来，搁来一遍吸。吐气，手平下来。好，搁来一次哦，吸。吐气，画一圈下来，很好。好，吸气，吐气，再放下来。好，刚刚这些5个动作做完，你身体有没有动念？这就是我们的暖身运动。准备好吗？你准备来做运动咯。做刚刚的暖身运动，接下来是做紧密的运动咯。平常大家创啊会窝在沙发上面看电视，或者是打电脑等等哈。那创啊动因是会有骨腰的问题，某时腰骨酸痛，姿势不好。紧密的运动就是来矫正姿势哦。希望大家拉你强下来做运动。首先呢，你两只脚与肩同宽哈，然后手放在你的背囊后背，像安样音好放在背后，绕个背后哈，然后吸气，吐气的时候把我们的手往后，嘿，尽量出力往后，然后这时候呢，我们胸部前面的肌肉会被打开哈，背囊的肌肉是出力的。这个呢，因为创下骨绕来讲吼，头前的肌肉是会轻轻，所以有的人会讲哦，我胸口展，就是这个原因。所以做这个运动呢，可以舒展我们的筋骨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往后。好，吸气，吐气手平下来。过来一遍哦，吸，吐气往后。很好，来吸气，吐气平下来。好，过来一遍哦，哈，来吸气，吐气，手慢慢的向后摆。记得咯，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肚丝要出力，不可以弯腰驼背。好，所以呢，肚丝要举力往后。好，吸气，吐气，go平下来。好，过来2遍哦。好，来吸，吐气，慢慢的平下来。好，过一遍哦，来吸气。很好，来吐气，慢慢的。好，这个动作来讲哈，那个不会有任何痛的问题。假使你走拉运动会痛的话，那就要停下来哈。然后我们接着来做第2个运动哦哈，一样，两只脚跟肩头平宽哈。然后吸气的时候呢，把我们的右脚抬起来。好，吐气放下。那这时候呢，你的手来吸气。吐气，拍一下，嘿，很好，来吸，吐气往左脚拍一下，放下来。好，那如果说你走好强哈，你是走在从我们的景荣老师，来，我们做一次，好，吸气，吐气，嘿，脚好卡好够带稳哈，然后再来左脚，你手肘会拍到我们的大腿下面，好，你看景荣老师，你走人头的时候，叶肚是很出力的，好，所以身体没有晃动。好，我们再来一次哦。好，吸，吐，好，天点下来走。好，吐气，好，左脚，很好。来，正脚，左脚，好。好，如果你的脚好冇力，冇看够哈，从来变到七头是走得嘞哈，变到七头是走得。好，左脚，哈，来正脚。左脚，正脚，很好，过来哦。正脚，好，左脚，正脚，记得咯，肚丝一定要举力咯，哈。好，慢慢的走哈。然后这个动作来讲哈，背囊一定要挺直，然后肚丝一定要举力，这样走动作才会正确。好，来放下来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哈，肩头可以转一转。好，绷紧表下放松的我转一转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做的运动哈，就是要强化你背囊的肌肉。好，想想看，你绕骨
按偷偷来讲哈，摆弄的肌肉呢是好为某力。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动作呢，就是训练你摆弄的肌肉哈。好，怎么做嘞？一样，用只脚拉你的肩头会平，然后手慢慢的卡起来，很好。好，吸气的时候，吐气慢慢的往后收，好，从爱用音。好，吸气，吐气往后收，好。你的收是怎么感觉嘞？来，我们看正刚老师示范一下哈。然后来吸气，吐气数往后收。好，刚刚两张肩胛骨出力赶快数，好像这样子。好，再来一次哦。好，吸，吐气，嘿，肩胛骨两个往内收，好，好，再放轻松，好，勾了一遍哦。来吸，吐气。很好，往后收，嘿，再放下来，嘿，勾了一遍，吸气，吐气，很好，再放下来，好，来休息一下哈。这个动作来讲哈，我们平常走，第一个，固绕来讲哈，头前的肌肉比较紧，所以我们往后收的时候，前面的肌肉可以被拉伸哈。再来呢，往后收的时候，摆弄的肌肉一定要训练。这样你好会气好等哈，所以向前朋友，你过来走哈，来数伸直，好吸气，吐气往后，嘿，好吸气，吐气顺齿，好，我正面问大家看一下哈，来吸，吐气，好吸气，吐气go顺齿，过来一遍吸气，吐气向后摆。很好，气，吐气顺齿。好，我们这时候向后摆要停留5秒钟，好，来吸，吐气，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来吸气，吐气够顺齿，过了一遍哦，好，来吸，吐气向后摆，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来吸气。吐气够顺齿，我够做了一遍哦，来吸，吐气，对，肩胛骨夹起来，来吸，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慢慢的顺齿，最后一次哦，来吸气，吐气，慢慢的往后伸，很好，来吸，1、2、3、4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往前伸，好，慢慢的放下来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做个动作，就是向下哭的动作哈。那要记得咯，往下哭的时候呢，注意我们的膝头莫超过你的脚举拱，不要太往前，从那样走是错误的动作哈。要记得慢慢的往下，好，那两只手自然的垂在我们的身体旁边。好，过来走一遍哈，来吸气，吐气，慢慢的哭下来，摆弄会打气咯。好，来，我走一遍侧面的，大家看，来吸气，吐气，哭下来，系从有侧顶呢，摆弄会打气，好，莫弯腰驼背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，go起起来。好，再一次吸，吐气，慢慢的哭下来。很好，来吸气，吐气，go起起来。好，吸，吐气，哭下来。好，从我们的正刚老师来讲哈，其实哭到下摆哈。阿勇英呢，如果肌肉力量是够强的，是走在找我们正刚老师这种做法。好，再起起来，再来一次哦，吸气，吐气，嘿，摆弄打气，都是要够力。好，吸气。吐气，go起起来，好，过来2摆，吸，吐气，很好，好，来吸气，吐气，go慢慢的起起来，好，再一次吸，吐，都是够力，好，手往下垂，好，停留5秒钟，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来，再起来。
好，再来2次哦，吸，吐气，吐下来，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慢慢的吸气，很好，再来1次哦，吸，吐气，慢慢的吐下来。好，在这边停留5秒钟，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给我吸起来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把我们的手往旁边打开。好，刚刚做的运动我们舒展一下，然后吸一口气，吐气呢比个赞，然后往外转，很好。这时候呢，不要耸肩，飘飘哈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表下来，给我走一遍哦，吸，吐气打开来，比个赞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给我表下来。各位乡亲朋友，刚刚的运动记得吗？子母卡随时随地都在走运动，改善我们的姿势，远离腰酸背痛。希望大家够继续收看我们的运动哦。石磨大家，下次再见。